乡亲啊，过年讲爱食粿，讲甜粿过年，发粿发钱，包仔粿包金，菜头粿食点心。南投民间上岭社区招志工，大家伫个活动中心来做这个包仔粿，要做2300粒，要发予庄仔头的弱势家庭甲老长辈，要予大家伫个过年拢会当食一个好彩头。 大家互相相帮伴，大人骹手是真美贴，因为因来制作出2300粒包仔粿，用人生吹，互零40天，变甲是真烧脑。平安乡上岭社区，伫咧过年前邀请社区志工许多人同齐来制作包仔粿，顺来要甲这包仔粿送去互上山上美农村的弱势家庭，佮有独居许多人吃。今年第3年，我们每年都配合县政府的活动哦，关怀弱势家庭。虽然无用甲变过，不过这社区妈妈拢讲，大家当齐出来活动，可能点一个出来无聊。大家聚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工作上啊，对长者啊都有一点点，自己觉得有一点点贡献。小好好的包仔粿代表社区民众温暖的爱心。社区制作包仔粿，除了关怀社区弱势，嘛有民众的感情变更加棒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